新的旧厝，平湖二坎村的故事。平湖二坎伫两个山坎的中间，算是乌仔地，才叫做二坎。300多年前，开基祖陈定益来遮徛家生炭，到当人口增加，小庄头住袂落去。就有真侪人徙去台湾，毋过因对摇篮废热的所在犹真感念，趁着钱就会转来起气派的新厝，互祖先甲士大人住。因犹愿伫外地拍拼，因的厝是正身互人起的，毋过头前一定有起墙围。来自寒天的东北季风，平湖出产鹿骨石甲玄武岩，所以遮的壁堵、风围、路边墙仔，拢是用这两项石材起的。这甲台湾真无同，台湾的建材是土角、竹管、砖仔。我看规庄头有几十间新的红叶厝顶，毋过厝身犹是旧旧，原来这是政府出钱做社区营造，才会当看到遮侪新的旧厝，规个庄头才会遮尼整齐、清气、热闹。咱踏入大门，就看到细细的厝埕，双边的护栏甲正身嘛拢是矮矮细细。这是因为平湖风透，二坎伫两个山坎中间，算是风港，风搁较透，所以查风真要紧。来到大厅，抬头就看到厝顶大支福山做的椅仔。哦，这款建材是贵松松，会使讲是有钱无地买的。这是政府出钱专案进口，才有法度。看因用这么好的建材，佮用幼稚的手路翻新，看起来真恬定，佮当100年应该无问题。厝顶嘛真特别，正身是上倒水的，毋过伫护栏也是门楼。会留一个平台，叫做庄边，是拍鱼竿、菜竿的所在。厝外嘛有另外的特色，咱厝边空地种果子、草菜，若有设方围，就甲这块地叫做堤仔。台湾的方围是竹仔、树仔，一搭。却是鹿骨石，正是就地取材。行伫街路里，就亲像返去100年前的光景，恬静安详。时间嘛点去，袂输是民俗村嘞，互人有返去古早的感觉。二坎真是好所在，我喜意。作者屈文石。